别听他在那瞎扯了，一看就是骗你的。爷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你能不能别犯傻？就算我是真的傻，那也是我心里愿意，可以吗？爷，听说他要去南方做一些危险的事儿，看来是个逆贼乱党啊！不是，仙儿，你救救我！你不是吗？比起乱党，我更痛恨的就是骗子。我先替爷给你个教训。林公子，没事吧？你滚开！崇立明，你够了！还护着他呢。他这样对你，你还护着他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管。我这是为了你好。我不需要你为了我好。我惜仙儿不过是上连仙馆的红绫，受不起您对我的好。你看看这姑娘，这叫什么事？姐姐，姐姐！爷，个人有个人的命，感情这种事儿一旦陷进去，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反正咱们背了爷一出手，以后姓林的也不敢招惹仙儿姑娘了。这样的爷们儿，我跟你说。晴儿，你过来搭把手，眼看就到饭点儿了，咱们的生意也该来了。好，马上，爷爷。这位爷，您想点什么？想要点什么吃食？坐下。这位爷，您是？阿义是不是常来这儿啊？是啊。他是哪儿的人？啊，那阿义呀，他就是一个流民呐，刚来北京，连饭都吃不上。我可怜他，给了他碗羊汤，2烧饼。这小子还算有良心，这不挣钱了吗？常上我这儿吃一顿。对，我们跟他呀没有任何关系。我问的是，他是哪儿的人？这，你说。我没问过他，他说的是官话，我也听不出口音。是他说的是官话。那他平时都跟什么样的人联系？他没什么朋友，上我这儿来都是独来独往。独来独往啊！崇立明也是这儿的常客吧？他们俩认识，你不知道？哟，父王爷怎么屈尊到这儿来了？哦。哎，木易，我说你怎么想起问阿义的来历来了？验尸藩的入选名单即将决定，总要查清楚每个人的底细吧？你问我不就行了？你骚扰这爷孙俩干什么？那好，还请藩主告诉我，这个阿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个阿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从前的事我也不太清楚，他应该是流民吧。就这些？你都不清楚他的身世，就敢把他招进入藩的预选名单？不是，我说人家是杀人放火了，还是十恶不赦的强匪啊？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身手好，头脑够机灵，不就够了？最重要的是世人忠诚，忠诚明白吗？英雄不问出处，我问他干什么？
爷爷，阿姨不会惹上什么麻烦了吧？有崇利民在就不要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咱可掺和不起。你不许看，也不许听，干活去。大人，您召见我。哦，坐下来说话吧。齐贝勒的案子，你办得不错。多谢大人夸奖，能查出真凶，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哎，坐。这几天查案，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疑点啊？疑点？大人指的是？这几天。那个阿义，是不是跟你在一起查案？我们分成了几组，不在一起。这个阿义是什么底细？你知道吗？你是不知道呢，还是不愿意说？大人，阿义的事，只有崇利明最清楚。您应该去问他。你大概忘了吧？你是我步军统领衙门的人。下官不敢，下官实在是知之甚少。可言心、思三、瓦格纳，还有那个邪鹰小王爷，哪个不是八旗子弟、皇亲贵胄？他们可是跟崇利明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。杨真，这几天留在验尸藩的最后人选马上就要公布。你想想，如果由崇利明决定，有可能轮到你吗？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还有穆毅他们。可以一起联名，保举你。大人，原来只需填补一个名额，那人选自然是宇初。现在齐贝勒死了，这名额就变成2个。你跟宇初都是我步军统领衙门的人，我自然不会让你吃亏。多谢大人。现在，回答我的问题吧。大人，您想知道点什么？那个阿义究竟什么来历？你知道多少？我只知道，他是个马贼。马贼？他刚来京城的时候，曾经刺杀过崇利明一次。他当时说，是为什么马贼村报什么仇？刺杀过崇利明？那后来呢？后来被崇利明关进了神纪营的大牢，直到新皇登基大赦天下，才被放了出来。这再后来，他们又怎么混到了一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的句句属实。大人，阿义刺杀他的时候，我和思三、可言星等人都在。这个在神纪营哥几个里头都不是什么秘密。他当时被关押，也是签字画押的。当然去神纪营大牢一查便知。好，很好。今天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不要跟任何人说起，明白吗？明白。
新学的，做面包。哎，木易为什么在查你？你是不是沉不住气，干了一些蠢事儿？你才做了蠢事呢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木易跟瑞珍现在正在查你。他们开始怀疑我了。那不然呢？我干嘛跑来问你？怀疑我正好，我还不想等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借着齐贝勒这死，制造有人来复仇验尸番的假象。木易跟瑞珍现在都怀疑你了，想动手肯定不容易。而且今天我还跟木易对峙过，他恐怕已经对我心存戒备。不过呢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只能硬上。杀木易和瑞珍不用你来帮我，你一个人做不到，有一个人可以帮我。谁呀？莲儿，他跟我一样是马贼村的遗孤，都盼望着复仇。你当谁都跟你一样不要命啊？啊！我铲除老验尸番这件事情，只能咱们俩知道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危险，懂吗？难道现在还不够危险吗？我是你带进来的，他们要是怀疑我，那也是在怀疑你。别到时候我们都暴露了，反被一网打尽。起来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尝尝我的面包。知道哥在干什么？哥在思考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拿着。啊！我让你自己拿着。生气。很好吃，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吃啊？啊？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吃。这样吧，你去试一试，莲儿到底是什么态度。我呢，去查一查到底几个人在查你，查到什么程度，怎么样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青帮的10大帮规。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钱全部凑齐还需要2天。找人把这个挂起来，挂在正堂。是。我们3天后启程，你赶紧准备一下。明白。姑娘，莲爷真的不在，你还是回去吧啊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要不，我在这儿等他。莲爷这2天有事儿，都不会来了。那你跟莲爷说，我来这儿找过他。好。姑娘，回去吧。
叹什么气？这姑娘好像对您动真情了。男女之情不值一提。老徐，哎，我让你准备的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都已经换成金条了。生意也都暂时停了吧？莲爷，这次咱们能过得去吗？放心，有我呢。啊，是。马贼村，哼，年龄倒对得上。当年的半大小子，如今也该长大成人了。这还不是症结所在。问题是，崇利明对这个事情一清二楚，他为什么要瞒着你我？哼！当年屠尽马贼村，咱们人人有份儿。只有崇利明，当时还未加入燕世蕃。他把马贼村这么一个余孽留在身边，到底用意何在？光怀疑还是远远不够的。你可别忘了，他现在可是藩主，还能质问他不成？把他私下扣下来审问。不可。无论如何，他是藩主。要不这样，先把阿义那小子抓来，撬开他的嘴。等咱们拿到了切实的证据，然后咱们再找单童他们，大家一起联名报给哲玉王爷。就这么办。哎呀，今儿我招待你，怎么都得喝一杯啊！来，干了。哎，那嫌犯找着了吗？没呢，还在找。我还以为崇利明真无所不能呢，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2件事情要你帮忙。咱们俩之间说什么帮忙啊？那么显得生分了。说。第一件事，你能不能别再找晴儿了？为什么？晴儿和老马爷爷对我有恩。我知道啊，那怎么了？除非你打算娶她，不然你别再骗她了。带她吃好的喝好的，还长见识，我怎么叫骗她呀？长了见识又一脚把她踢开，她能受得了吗？还是那句话，除非你打算娶她。这个亲我倒是可以帮你提一提。哎，得，我也就是看你面子啊，我不找他了，行了吧？这第2件事，比第1个要麻烦。你先说。我打算动手了，但我自己没有把握，需要你帮忙。阿叶，你的仇就是我的仇，要动手我肯定帮忙，但是这事儿急不得。但凡有一个不准，我这好不容易博来的家产，还没来得及享受呢。来不及了，我被盯上了。我就说不能相信这崇利明，这事儿一定是他搞的鬼。与他无关。莲儿，这个忙你帮不帮？别怕，莲儿，接着吧，走了就别回来。阿义，阿义，你等一下嘛，我又没说不帮你。
你现在是青帮京城堂堂主，真的不方便。我理解。我又没说不帮你，就是我现在自己的麻烦还没解决呢。你有什么麻烦？现在总堂派人查我，我每天都被盯着，真的很难脱身。别动。穆仪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劝你们最好别乱动。还不快放下！还有你的，放下，放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跟我们走一趟，有话要问你们。阿义，知道为什么抓你吗？崇立明为什么把你这个马贼村的余孽带在身边？说说他的打算，兴许还能留你一命。哎，不是，我说，抓他就抓他，绑我干什么呀？哟，莲爷，这回真是得罪了，你得陪着。误会了吧？我跟你们是一头的。哎，不是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这小子来找我就是想要挟我给他做局，把你们弄死。梁儿，你闭嘴！瑞珍，我本来想把他骗到堂口，绑了就给你们送过去，谁知道你们半道就给窜出来，把我也给绑了。真别不信，崇立明就是他们的同谋。他们这一帮人冲进了上林仙馆我的地盘，就把我那账本给偷了。狗东西，不单拿我账本，还要要挟我。你出卖我就是出卖崇立明，你活不了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嘿，停，听着了没？他让你设什么局？鸿门宴。他让我把你们请到堂口看戏，我就问他，你们凭什么能赴约呀？他就答，从前青帮和新军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可现在上面变了天，我们也跟着受到了牵连。以前的靠山，现如今全都倒了台。这种时候，所有人都得来拉拢青帮，你们也不能例外。狗东西，想要挟我，老子先弄死你！别动！别！滚！老子弄死你！过来！跪着！跪着！莲儿，你刚才说的话，可愿签字画押？一字不差，我全都认。既然如此，咱们留一个活口就够了。好。哎，等等。咱们也不能让他这么容易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得出口气。来，把我送吧，我来。老实待着。这事儿就不劳莲爷动手了啊！好好看着，一样解气。别！这小子敢威胁我莲儿，我要不亲手杀了他，这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混？跟他废什么话？动手！莲儿，你疯了吗？跪下！跪下！对燕世蕃出手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下场吗？你们这帮畜生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作孽了。灵儿，你想干嘛？老糊涂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当年在马贼村，我的父母也是你们杀的。
你也是马贼村的孽种！你说谁是孽种？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去马贼村？就为了杀你们取乐，怎么着？瑞珍，反正要死，告诉他们又何妨？当年藩主带我们去马贼村，就是为了找一个孩子。没想到你们这些贼人竟敢反抗！我们是验尸分，谁敢反抗就得死。什么样的孩子？估计是杨明留下的孽种吧。杨明？可能是你，也可能是你。就是你们两个孽种，我们才屠的村。你们两个孽种！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我不杀你们。你说话算数。罢了，其实都是被杨明害的，那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哎，大当家的回来啦！大当家的回来啦！好，那是藩主杨明刚刚新娶了蒙古贵族的小姐若婉为妻。新婚燕尔之后，若婉回家省亲，结果在路上却遇到了马贼，从此音信皆无。藩主百般查找，再得知若婉下落，已是2年之后。藩主先是只身前往救人，结果却发现爱妻若婉已经在马贼村产下一子。你是谁？若婉，是我。藩主以为当时的孩子是若婉与马贼所生，所以弃之而去。但若婉却因思念儿子发了疯。那儿着了火，我听见他的喊声，都是你杀了他，你把他给害了，还我的孩子，你还我的孩子！够了，他也是你的孩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藩主苦苦寻找3、5年，终于找到一个新的据点。把这里所有7、8岁的男孩给我找出来！女儿，记住了，走了就别回来。娘，走啊，女儿，走！受伤之后，还执意要孤身去追那个孩子，自此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早知会有今天，当初就应该把你们赶尽杀绝。灵儿，他嘴里说的聂种不是我，我爹娘就是被他们杀的。灵儿爷，灵儿爷，你别杀我，你别杀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也是执行任务啊。我们屠马贼村，我们监视皇上，我们杀舒尔泰，我们杀沈修，我们杀地党，我们都是执行任务啊。我们没有错，我们没有错，灵儿爷，你别杀我。你刚说什么？沈修也是你们杀的？是我们杀的。你说什么？瑞珍和木易就是这么说的。他们不光屠了马贼村，还杀了你的父亲沈修王爷。今夜，咱们怕是没得歇了。2级沈修，这郡王爷竟然是地党，他藏得可太深了。你还不知道吗？他的宫廷救火队名为看护，其实就是为了营救皇上。崇礼明人呢？这舒尔泰刚死不久，估计他现在还在听雨轩，还没听到风声呢。好，很好，咱们马上动手。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太后的懿旨，何人敢不遵呢？可万一崇烈明知道了，他岂肯善罢甘休啊？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爹已是必死无疑。郡王爷，我等受太后之命清查地党，对不住了。我2级沈修没能保护皇上周全，本已抱定必死之心，但无论如何，也轮不到你们呐。那木易跟瑞珍呢？都死了。死了？我跟灵儿杀的。你去把灵儿找回来，我有事跟他商量。程立明找我，我不去。我现在哪儿都不能去。灵儿，
等咱把仇报了，咱们回村里看看吧。阿义，我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总堂派人查过我，那个人要我死。那个人是谁？花九卿。阿义，替我杀了他，我才能活下去。崇立明，你能不能别跟着我？去哪儿啊？送你一程。哎，我说花九卿，爷爷跟你说话，你好歹也搭理一下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青帮太子爷不好好待在总堂里，跑到京城来是要干什么大事？青帮的事儿不劳您操心。这京城啊，还真没有崇立明不操心的事儿。贝勒爷给我当司机，我这青帮太子爷也算是面子大上天了。咱们按朋友处，别谈这些虚名。朋友，我可不敢高攀呢。你们青帮这次在京城要有大动作，恐怕您是误会了。我这次来是处理帮中内务。青帮京城堂口要换人了，正好连二那小子我也不喜欢，换掉也好。你们以后是要常驻京城了吧？我办完事儿还是要回去的。想好人选没有？现在世道变了，青帮应该重新结交新的朋友，找一个新的靠山。贝勒爷是想当我们的靠山，不行吗？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在上面。哎，贝勒爷是送我回来的。有劳贝勒爷了。太子爷，您请。姐，钱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一共20万两。你贪的可不少啊。姐，你说老爷子他能饶了我吗？你说呢？老爷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他虽然会怪你违反帮规私下买卖，不过你把钱都拿了出来，然后把这新的买卖纳入了帮中，再找个替罪羔羊，也算是亡羊补牢。替罪羊我已经找好了。老徐他一直掌管京城堂口的财务。老徐可是你的心腹啊。壮士断腕。随你吧。青春与腐蚀中开张，绯红的颜色，时间不曾对谁擦印，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，面对我，我懂你身不由己。拥抱停格在转身间，总有新的遥感。话语静止在唇齿间，把故事说完。背对世界，面对你，你懂我的言不由衷。
如梦浮生，叹是非因果，轮回里苦容逃不过。你承认卷起千层风波，我愿意陪你捕风烛火，做你隐形过客。如梦难可，花开又花落，我笑容你不曾触摸。你书中写满阴差阳错，就让回忆步步随你背影渐行渐远着。如梦初醒，若无缘寄托，被现实撕裂又缝合。我拱手余生的云交锋，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，有人陪伴着。临行前只剩一首。